林大輝議員，多謝主席。唔好意思啊，主席啊，多謝主席。主席，正如鄧家彪議員講啦，愛美咧係人嘅天性，亦都唔係女士嘅專利。所以喺市面上咧嘅美容服務咧，亦都百花齊放，趨向多元化，銷售嘅項目咧亦都層出不窮。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做 facial 咁簡單嘅，近年流行所謂嗰啲醫學美容咧，甚至所謂嘅微整容咧，已經非常之流行啦。咁當中咧，當然所涉及嘅醫學儀器同埋醫學療程啦，但係呢啲療程咧就一定存在一定嘅風險嘅。但係咧就一直以來咧，香港特區政府都對呢方面冇有個完善嘅監管，呢啲都係幾失敗嘅。直至 DR 醫學美容集團提供嗰個靜脈輸液療程出咗事啦，咁先呢個不幸嘅事件亦都引到有4名女士出現呢個敗血性嘅休克，更有一個咧就不幸身亡。咁到呢個事情發生咗，政府先敲起呢個警鐘，而社會亦都強烈咁要求咧要監管呢個醫學美容。事實上，除咗呢方面嘅安全問題咧，香港美容業咧嘅不良銷售手法咧，一直都係為人所詬病嘅。因此咧，政府其實應該全面檢視咧美容業喺呢個存在已久嘅問題，保障消費者之餘，亦可促進呢個業界嘅健康嘅發展。意外發生咗之後咧，政府咧個行動都非常之快，立刻咧成立咗個督導委員會，就整個私營醫療系統咧進行呢個檢討，而且聽講係會界定咩叫做高風險嘅醫療程序，預計會喺1年內咧提交呢個報告，希望快啲啦。黃碧雲議員提出嘅議案，當中包括要求業界立刻停止高風險侵入性嘅醫療程序。但目前對何謂高風險呢，根本就未有清晰嘅定義。因此咧，喺督導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前咧，呢個真空期咧，我好希望政府一定要做一啲好特別嘅監管工作，去保障消費者，以免呢個悲劇咧就歷史重演。主席，要針對提供醫學療程嘅美容公司咧，政府當局咧可以考慮先定出指引，列明邊啲美容療程屬於高風險，然後規定由專科醫生主理，同埋要求喺特定嘅場所先可以進行呢個療程。另外，消費者亦都可以幫下手嘅，將一啲涉及醫學美容嘅投訴個案咧進行啲研究同埋整理，然後列出一個俾消費者參考一個黑名單嘅清單。另外咧，亦都可以。我希望喺未有清晰監管之前咧，政府必須加強宣傳，勸告咧消費者咧要小心選擇醫療美容服務，並要認真了解各項療程嘅風險，同埋保障佢自己嘅權益。主席，好多美容廣告用嘅字眼，正如剛才鄧家彪講，係非常之誇張嘅，同埋非常之空泛嘅。咁咧好容易令到消費者咧佢個警惕意識咧就減低，而低估咗個風險。例如咧啱啱出事嘅 DR 醫學美容集團，佢喺網上就有一項咧美容嘅技術介紹嘅廣告，個主題咧係叫咩咧？叫完美面型黃金比例。我睇到個內容我都想笑嘅。佢話咧，通過現時美容嘅填充劑科技，將應長嘅地方咧就加長，將應高嘅地方就加高，應瘦嘅地方就收細，應飽滿嘅地方就飽滿。主席，你睇呢啲字眼誇唔誇張，同埋可唔可能呢？咁我覺得就真係要監管下呢啲廣告嘅字眼。仲有美容填充劑咧，當中係涉及咧注射嘅程序嘅。根據新加坡嘅監管標準咧，係已經屬於輕微嘅入侵性。而家好多美容院佢係同醫生合作嘅，進行呢個醫學美容療程。但係呢啲醫生咧，我相信咧，亦都好多人話俾我聽咧，未必全部都係有外科整形嘅專業嘅。咁其實我哋係應該參考外國嘅經驗咧，加強呢個監管，一定要佢哋有專業嘅資格嘅醫生先可以進行相關嘅療程。事實上，除咗新加坡有嚴格嘅指引之外咧，我哋個鄰近嘅大國韓國啊，佢亦都係一個整容嘅大國，佢個規管咧就比香港清晰得好多噶啦。我啱啱請咗個助手，佢對韓國好有認識嘅，所以同我搜集到好多資料。個資料顯示咧，雖然韓國咧暫時咧就冇就呢個醫學美容或者係整容業進行呢個獨立嘅規管，但係佢哋咧就會將呢個美容同醫學咧有明顯嘅分家嘅。凡係涉及醫療嘅
嘅程序嘅業務咧，都係受到醫療法去規管嘅。就算嗰啲激光即係脫毛啊，佢都要有持牌嘅整容中心或者診所咧先可以進行嘅。所有帶有傷害性嘅儀器係都要有持牌嘅，先可以進行嘅購買或者銷售嘅。主席，韓國嘅傳統美容業就係因為受到公眾衛生監管法規管，條文清楚列明美容業嘅公司只會處理面部、頭部同埋皮膚嘅護理，係唔可以使用呢個藥物嘅，而且帶有傷害性嘅工具同儀器咧，亦唔可以經營涉及醫療程序嘅業務嘅，否則係屬於違規嘅。換言之類似 DR 集團嘅情況，向客人銷售有風險嘅醫療美容服務，即使係轉介咗俾醫生去做，如果用韓國嘅標準DR 集團已經係屬於嚴重嘅違規嘅。嗱，韓國嘅醫學美容業之所以可以咁蓬勃發展，其實主要原因除咗佢有技術好之外就因為佢有個規矩可以循，有規矩可以去發展。而新加坡亦都有針對唔同風險嘅醫學美容療程作出清晰嘅界定，所以佢哋嘅產業發展得非常之健康嘅。我認為香港呢個醫學美容呢個產業係大有可為嘅，係有前途嘅。但係一定有完善嘅規管制度去監管佢，有法可依，咁樣先可以重建呢個業界嘅聲譽，亦都可以保障消費者嘅權益。否則如果冇法可依咁業界就會不斷出現一啲害群之馬，到時大家想整都冇得整，想靚都冇得靚。最慘就好似今次嘅事件，要賠上性命，咁大家都唔希望再有歷史再發生。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毛孟靜議員。Thank you, President. It is a huge pity that we need tragedies of that magnitude for us to start, or rather restart, considering proper legislative measures, controls an issue. I'm naturally in support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quite a few amendments that follow. Now, I'm not going to repeat all those and the Pope's Catholic kind of arguments to save time, but I am in particular support of this suggested cool-off period because it's absolutely necessary. Now, guys may not know that for a fact. When it comes to beauty treatments, it's something very personal and something very psychological. It's got a lot to do with a woman's in particular, self-esteem. So it's very much needed as it involves plenty of emotions. And it very often involves a lot of money as well. Now, having said all that, I would urge this council not to particularly demonize the trade of beauty treatments. You know, you would have noticed that I didn't mention the word medical, right? Because I know for a fact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proper medical bracket beauty clinics around. So let's not, try to all of a sudden persecute all the dermatologists who are serving as medical or beauty doctors, right? And I was slightly taken aback by some of the speeches that tend to say bad news is good news, and practically everyone in the trade is a baddie and so on. That sort of comments is really unnecessary. And I was quite pleased to hear the speech by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who spoke just now. I think Hong Kong should seriously learn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in this regard. Thank you. 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如果冇呢，黃碧雲議員現在可以就8項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5分鐘。
主席，喺度首先多謝有8位議員提出嘅修訂，我係非常之歡迎啦，各位議員嘅修訂，特別係咧好多基本上係同意係需要引入對美容業嘅監管嘅，好多嘅修訂嘅建議，除咗一啲文字嘅修飾，都係提供咗一啲方法，係俾政府同埋本局考慮點樣加強呢個監管嘅。咁包括咧係李國麟提出嘅一啲處所、化驗所、診所嘅規管啦，麥美娟所提到嘅關於廣告嘅規管同埋宣傳嘅教育同埋加強巡查。郭家麒亦都係提到咧係要引入發牌同埋扣分嘅制度，然後咧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呢係提到咧引入醫療保險啊，甚至係醫療美容集團嘅董事係咪應該要有一半係註冊醫生？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係俾局方咧係考慮喺將來嘅報告裏邊呢，諗下邊一啲係最有效嘅規管，係適合香港嘅情況嘅。首先，我想喺度咧都回應一下咧係陳恒鑌同埋咧係葛珮帆議員，你哋代表咗民建聯提出嘅一啲嘅講法。咁你咧就係話要你哋係查咗嗰個立即停止高風險及入侵性嘅醫療行為呢一段嘅。咁我係非常之遺憾啦嚇。咁你哋咧就講到咧就話唔想咧一刀切咁引入新加坡嘅模式。咁但係咧我哋喺度咧如果呢2位議員記得嘅話，我哋係喺衛生事務委員會嗰度咧，我都係提出過咧要求高永文局長咧係作出一個詳細嘅研究，係研究一下新加坡模式相對於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啊、歐盟啊、美國啊等等唔同國家邊一套嘅監管嘅模式係比較適合香港。咁所以我提出呢個動議呢，係冇假設到一定係要引入新加坡嘅模式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就你哋嘅修訂呢，係會令到我嘅原議案呢係大打折扣，亦都係呢會令到呢係呢一個嘅規管嘅進程呢係拖慢。你係用研究，咁即係話由你哋死啦，而家乜嘢都唔使做啦，研究完先至做啦咁。慢慢教育啦，咁呢個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嘅行為嚟㗎。不過不負責任嘅唔單止係民建聯，仲有嘅係陳志全。我今日都刮目相看啦嚇。陳志全就話佢都要查咗呢句立即停止高風險及入侵性嘅醫療行為嘅，就話定義不清啊，而家點做啊？做唔到㗎。咁啊，不如等大家搞得好清好楚先至做嘢咯。咁一樣都係㗎喎。嗱，我而家係講緊係立即停止高風險同埋入侵性嘅醫療行為，唔係講緊一啲低風險嘅，同你擠下暗瘡啊、撳下黑頭啊嗰啲嘢啊。我係講緊嗰啲可以攞你命嘅一啲高風險嘅行為啊嘛。咁當然我哋而家係未有法例，只能夠敦促。敦促嘅意思即係話你業界自己有啲良心自律。如果你打嗰支針劑落去，你都唔知道會有咩後果嘅，又或者明知呢個針劑係俾末期病人做嘅，係有風險嘅。即使而家冇規管，你係咪應該要有一啲嘅良心，係停止呢啲嘅行為呢？不過我好奇怪，陳志全竟然呢就係反對咁樣嘅做法。不過我更加震驚嘅係，你係反對醫療儀器嘅註冊，連官啊坐喺度都話要監管醫療儀器引入註冊。不過我覺得最嚴重嘅問題係陳志全，你冇申報你嘅利益，你嘅競選拍檔袁彌明係做網上美容品嘅銷售，你嘅老細蕭若元先生係搞緊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佢嘅公司喺香港同澳門從事美容產品、美容診所嘅服務，但係你嘅發言完全冇披露你對呢啲相關美容業界嘅利益，所以我係非常之遺憾，因為你嘅發言呢反映你比建制派更加建制，你比局長更加要建制，你嘅修訂比商界嘅代表方剛係更加偏袒美容業界嘅利益，你甚至連醫療
儀器註冊，你都話要反對，我係非常之遺憾。主席，我發言到呢度為止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主席，首先我係多謝各位議員呢，剛才就議案提出嘅寶貴意見，當中有好多呢都係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咁我喺總結嘅發言度呢，就嘗試係介紹目前規管美容業相關嘅法例，目前嘅規管醫生操守嘅法例，同埋一啲即係我哋嘅檢討方向，同埋海外規管私營醫療機構高風險醫療程序嘅經驗，以及我哋嘅中期措施。目前呢，規管美容業有關嘅法例呢，首先呢，就係我係即係已經講過好清楚呢，係冇一個法例咧係專係規管美容業嘅。但係呢，就係消費者呢，仍係受到一般嘅消費保障嘅法例保護，包括消費品安全條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服務提供條例以及貨品售賣條例。此外呢，關於黃碧雲議員、湯家驊議員同埋陳恒鑌議員關注嘅美容業銷售手法呢，特別係美容業最常見嘅預繳式嘅銷售呢，喺上個立法年度呢，頭先已經有多位議員提過啦。嗰個新嘅法例2012年商品說明條例裏面呢，係應該有助打擊特定不良營商嘅手法，例如與服務有關嘅虛假商品說明、具威嚇性嘅營業行為同埋不當地接受付款等。如果美容業喺向顧客銷售產品或者服務時違反呢啲條例規定呢，其實已經係違法。我哋亦都相信呢，新法例呢將係可以有效咁樣呢，從源頭杜絕現時公眾關注嘅多種不良嘅營商行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呢，亦都係正係全速協調各相關嘅部門同埋機構呢，係籌備有關嘅實施工作，期望能夠呢盡快喺明年開展新嘅制度。該局呢亦都係會密切留意新法例嘅成效，以及呢充分考慮剛才喺呢個本動議辯論裏面呢議員提到嘅其他消費者保護嘅機制，並係以呢個作為更詳細同埋聚焦咁探討譬如包括冷靜期安排等等呢啲議題嘅基礎。關於頭先有幾位議員，包括陳恒鑌議員、梁志祥議員同埋方剛議員關注嘅美容儀器規管嘅問題呢，政府喺2004年呢實施咗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將醫療儀器按風險程度分為多個級別，亦都係獲證實符合認可安全同埋參考標準嘅儀器呢嘅名單呢，已經亦都公開咗俾公眾參考。當中亦都包括一啲被係用作美容用途嘅醫療儀器。衛生署喺2005年開始呢，一直係審視海外發出關於醫療儀器嘅安全警報同埋回收通知，並向各方有關嘅人士發出相關信息。就算我自己喺幾月之前做緊私家醫生嗰陣呢，不斷呢都係收到衛生署關於呢啲海外情報嘅有關於醫療儀器嘅安全嘅信息。與此同時呢，我哋亦都係正係同步進行立法嘅工作，即係話呢，其實我哋係已經基本上決定咗，對於醫療儀器按風險程度嘅規管呢，我哋係會推行立法嘅，規管呢啲儀器嘅安全、效能同埋品質符合標準嘅產品先至係可以獲註冊並推出市面。美容院使用嘅儀器，如果係被歸類為醫療儀器呢，亦都係將會受到擬議法例嘅監管。而製造商同埋業界呢，亦都係需要符合註冊規定，並且係遵從有關嘅規管措施同埋醫療事故情報嘅制度嘅。咁至於目前規管醫生操守嘅法例呢，今次涉及嘅美容院嘅高風險嘅醫療程序事故呢，正如梁家騮議員同埋郭家麒議員分別提到呢，現時已經本港係有法例規管醫生嘅專業操守。根據醫生註冊條例，醫生係須向香港嘅醫務委員會註冊，並係遵守專業操守嘅規定。犯咗刑事罪行或者專業操守失當，醫生可能受到香港醫務委員會嘅紀律處分，包括警告、譴責，嚴重嘅呢係可以除名。而任何美容院提供嘅醫療程序，如果係屬於醫療程序，而施行者又並非係註冊西醫呢，咁
咁施行者可能被控咧非法行醫。正如咧我喺開場嘅發言裏面所講到，而且范國威議員同埋潘兆平議員都提到嘅咧，現時規管私家醫院、護養院、流產院同埋非牟利診所嘅兩條法例嘅規管範圍同埋準則相對有限，而且有40幾年呢係未經大幅嘅修訂。但係私營醫療市場咧喺期間咧經歷咗重大嘅轉變，包括出現咗越嚟越多嘅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嘅日間護理嘅醫療中心同埋非臨床嘅醫療設施，再加上市民日益關注係私營醫療機構嘅安全、服務質素同埋收費嘅透明度，咁所以要求加強衛生署嘅監管角色。因此，為咗順應現今社會嘅需求同埋公眾嘅期望，我哋係已經着手檢討私營醫療機構嘅規管架構，確保病人安全、醫療服務水平同埋消費者權益各方面，亦都可以得到更佳嘅保障。喺現行嘅法定嘅規管嘅架構之外咧，衛生署喺2003年咧頒布咗實務守則，就私家醫院、護養院同埋流產院嘅管理架構、質素嘅管理、病人嘅護理、風險嘅管理、臨床嘅標準等等嘅事咧，訂立咗良好嘅實務標準。私營醫療機構必須遵從呢啲咁嘅規定先至能夠註冊。至於現時對高風險醫療程序嘅規管，主要係仰賴對施行者，即係話醫生嘅專業操守嘅規管。相反，如果施行者並非註冊醫生，咁就犯咗刑事嘅罪行。另外，如果高風險嘅醫療程序涉及用藥或者係使用放射性物質或者輻照嘅儀器，都係會受到相關條例嘅規管。若果高風險嘅醫療程序喺指定嘅私營醫療機構，譬如私家醫院裏面進行呢，亦都會受到法例嘅監管。但係，正如葛珮帆議員頭先提出，今日嘅事故呢，今次嘅事故提醒咗我哋需要考慮係咪應該引入一個更加具針對性、更加全面嘅規管架構，監管高風險醫療程序嘅施行，以保障市民嘅安全。特別係要避免有美容院等嘅非醫療機構繼續以醫學美容嘅名掛帥，忽略一些醫療程序嘅風險同埋安全措施。係我哋已經，正如我係較早時候指出，我哋係已經成立咗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檢討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架構。督導委員會係由我自己擔任主席，並係包括16名嘅非官方同埋4名嘅當然嘅成員。非官方嘅成員呢係來自社會不同嘅界別，包括醫護界、學術界、監管機構、病人組織同埋消費者委員會。藉着吸納社會各界意見呢，督導委員會係會就私營醫療機構嘅規管模式同埋監管制度提出建議。第一次會議係將會喺11月2號召開。具體嚟講呢，督導委員會嘅檢討範圍包括目前規管私營醫療機構嘅適用範圍是否有擴大嘅需要，規管嘅準則是否係需要涵蓋更多嘅醫療服務嘅元素，係應唔應該要修訂對私營醫療機構施加嘅罰則等等。督導委員會亦都係會優先判別具風險嘅醫療程序同埋非侵入性嘅美容嘅服務，並且係就規管提出建議，規定前者只可以由合資格嘅醫生施行，而醫生亦都係需要詳盡告知俾病人等佢涉及嘅風險。咁呢個呢，亦都係頭先係多位議員提過，亦都係贊成嘅。督導委員會轄下會設立一啲工作小組，深入研究各個專項嘅議題，制定未來路向嘅方案。將會成立嘅首個工作嘅小組呢，就係會負責區分高風險嘅醫療程序同埋低風險非侵入性嘅美容服務，並且係制定呢方面嘅指引，用作立法前嘅中期嘅措施，即係話最終呢，我哋都係會立法。咁成員呢係大家會即係都好關心啦，係會包括相關醫學嘅專科，具體嚟講即係話整形科同埋呢係皮膚科等等，美容業嘅從業員、消費者組織嘅代表、
咁呢啲咧都係回應咗頭先麥美娟議員同埋陳志全議員嘅建議。工作小組咧亦都會喺短期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會探討係咪需要成立更多嘅專責工作小組，檢討其他嘅優先範疇，譬如李國麟議員同埋陳志全議員喺修訂中提到嘅規管化驗所同埋診所等先優先處理，同埋佢可能會處理一啲醫療產品嘅處所。整個檢討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工作嘅預計喺1年裏面完成。之後我哋就會就督導委員會提出嘅建議諮詢公眾，並且係會按照嘅情況展開立法程序。但係正如我頭先提到呢，第一個工作小組亦即係話分開醫療同埋美容嘅呢個指引，呢個工作小組呢係會幾個月之內呢完成佢個指引嘅。咁至於呢，有幾位議員呢，係多位議員呢都係提到我哋呢，就應該呢去參考海外規管私營醫療機構同埋高風險醫療程序嘅經驗嘅。咁呢個係特別係黃碧雲議員喺我哋上次嗰個工作小組裏面提出到啦，同埋今日林大輝議員同埋毛孟靜議員分別都提到嘅。咁我哋呢係會係參考海外嘅經驗嘅。係好多嘅國家，海外國家咧都係有法規管私營嘅醫療機構，譬如新加坡、英國、加拿大嘅安大略省、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呢啲咁嘅地方。我哋嘅檢討亦都可以吸取呢啲地方嘅經驗。當然咧，就頭先有議員提過韓國都有呢個咁嘅經驗，我哋亦都係會係尋求呢啲方面嘅資料嘅。再根據我哋本地實質嘅情況作出調整，然後呢，從而制定出一個有效同埋可行嘅規管嘅方案。咁啊喺呢度呢，簡單我都會提我哋呢一個階段呢，係睇到一啲第二啲國家係有啲乜嘢嘅做法。喺新加坡嚟講呢，將私家醫院呢同埋私家診所、實驗室乃至所有嘅私營醫療機構收歸喺同一條法例之下規管。法例喺醫療服務嘅多個範疇，例如管理架構、放射設備、人手、服務水平、風險管理、醫療記錄等，均有作出規定。特別係規定私家醫院嘅經理係須喺病人入院之前或者入院之時呢，告知病人嘅醫院收費嘅總預算，讓病人有所選擇。喺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所有嘅私營醫療機構均受規管。除咗就管理架構、放射設備、人手、風險管理、醫療記錄、投訴處理等範疇制定標準之外呢，亦都係根據私營醫療機構施行嘅唔同嘅醫療程序或者服務範圍呢，仔細咁分類，包括麻醉、心臟手術、急症、深切治療等18個類別，再制定唔同嘅準則同埋要求。至於美容院提供嘅療程呢，好多嘅海外國家地區均有法例同埋指引加以規管。例如喺新加坡、美國馬里蘭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等嘅地方呢，我哋都可以呢係將呢啲咁嘅經驗呢拎嚟參考。以新加坡為例，2008年新加坡醫藥理事會為當地嘅醫生頒布一套美容療程嘅指引。美容療程根據現有嘅科學證據而分列為 A 同埋列表 B 嘅療程。列表 A 嘅療程呢，有適度以至相當多嘅證據支持嘅。咁呢就或者獲得當地醫學專家廣為接受。咁呢類療程呢，再細分為非入侵性、低度入侵性同埋侵入性。列表 B 嘅程序呢，只有少量或者甚少嘅證據支持，或者不獲當地嘅醫學專家廣泛接受。咁呢啲咁嘅列表呢，我哋都會參考，但係我哋未必一定係會照抄。至於美國嘅馬里蘭州呢，法例係禁止美容院施行會破壞人體組織嘅程序，例如化學換膚、使用激光去除皮膚表層、使用剃刀割除皮膚嘅生長組織等等呢，都係禁止之列。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美容院係需符合公共衛生條例嘅規定，例如美容院營運者係進行危害公眾健康行為呢，衛生部門有權暫時終止、取消或者更改美容院營運者嘅牌照或者許可證。
咁我相信咧呢啲咁嘅經驗咧，我哋都係會拎翻嚟咧借鑑嘅。喺中期措施方面呢，亦即係話我哋完成檢討之前嘅呢段時間呢，我哋為咗回應公眾對於美容院施行高風險醫療程序嘅關注，衛生署、香港海關同埋消費者委員會咧，去加緊保障消費者嘅權益。正如麥美娟議員建議嘅3方面呢，係會加強教導公眾如何選擇安全嘅美容嘅服務。而另外，鄧家彪議員同埋林大輝議員亦都特別關注到廣告嘅問題。衛生署呢係已經加強檢視過去1個月刊登嘅美容廣告，揾出涉及高風險醫療程序嘅美容服務，以便跟進。直至到10月24號，衛生署已經喺280宗嘅美容廣告裏面識別出129宗涉及潛在嘅健康風險，並正在係跟進呢啲個案。衛生署亦都係會與消費者委員會成立一個機制，分析有關美容廣告嘅投訴，以劃定問題嘅範圍。如果有需要，衛生署會巡查美容服務公司，並且根據現行法例執法。直至到10月22日，衛生署突擊巡查咗7間宣傳涉及侵入性程序服務嘅美容公司，暫時就未發現有違規嘅情況。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呢，衛生署同埋消費者委員會咧會繼續緊密合作，提高公眾侵入性嘅美容程序嘅風險嘅意識，令消費者係更懂得選擇安全嘅美容服務，而且咧亦都係會咧係跟進頭先即係已經分辨咗出嚟、辨識出嚟嘅呢啲129宗嘅潛在健康風險嘅個案。主席，我剛才介紹咗規管私營醫療機構同埋高風險醫療程序嘅檢討方向，而呢，我亦都係再一次多謝各位議員呢係咁多建設性嘅建議，我哋係會繼續虛心聆聽各界嘅意見，同埋各位議員衷誠合作，合力制定一個完善嘅規管架構，提高私營醫療機構嘅服務水平同埋透明度，為咗選擇並能負擔私營醫療服務嘅市民提供更加嘅保障，同時令到我哋嘅醫療體系呢係可以長遠持續發展。另外一方面，藉着規管高風險醫療程序，我哋亦都期望可以清楚劃分醫療同埋美容程序嘅界線，令所有高風險醫療程序無論佢嘅目的係乜嘢，都係受到適當規管，以保障公眾嘅安全。多謝主席。李國麟議員，陳議員咩問題？我希望你能夠裁決頭先黃碧雲即係指責陳志全方面呢係有失實嘅指責係構成冒犯性同埋有呢個侮辱性嘅。我唔知你會唔會抽少少時間聽聽頭先佢嗰一段嘅説話，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有冒犯性同埋有侮辱性啊。陳偉業議員呢係正要提出一個議事規則嘅問題。根據我哋議事規則呢，議員係唔應該對其他嘅議員有冒犯性嘅説話，亦都唔應該呢係去指議員嘅言行呢有啲乜嘢特別嘅用心嘅。咁我會暫停呢個會議，翻聽一下剛才黃碧雲議員就陳志全議員所作嘅嗰段説話，睇下是否符合議事規則。現在會議暫停。